對面 Heart to Heart， 楊美琪雷霆音樂派，音樂人對談。今日嚟繼續有容祖兒啊，跟住落嚟嘅對談比較耐心啲嘅，繼續頭先嘅話題啊，講下佢嘅出碟前抑鬱啦。即係其實你講嗰樣自我化解嗰樣嘢，其實10年嚟都係咁嘅，細個啲嘅時候都可以。係啊，細個啲咪解決啲細啲嘅問題咯。嗰陣時冇識得咁熟啦，可能嚇。咁同埋而家你開始貪心啦嘛，你要理你嘅工作嘅背後啦嘛，咁大家就會。咁你要理咪俾你理咯，咁好多時候你嘅決策就係好關鍵性啦，咁所以亦都要負擔更大嘅責任咯，對自己、對公司、對觀眾。但係嗰個係每一次真係出碟前抑鬱嘅啫，即係一出咗就冇事啦，就冇嘢㗎啦，冧到咧，仲要係9點鐘就瞓，又瞓到第二日嘅12點咁樣咯，嗰日真係好舒服。始終每個人諗嘢都有兩面咯，我覺得即係開心嘅時候諗嘢梗係正面㗎啦，但係開始擔憂有啲嘢，嗰啲魔鬼就入侵，然後打擊你嘅啦嘛。係，咁即係嗱，出碟嘅時候就變咗嗰啲冇惹我啊，出碟嘅時候解除啦，即係真係自動會調節。定一話真係出咗碟之後有人讚啦，大家俾翻信心嚟啦。其實我諗係我會比較着重實際嗰個，即係大家啲 feedback 咯，係啊，因為譬如讚啊，或者嗰啲氹你開心嗰啲説話，嗰啲喂好好聽喎，唔使有數得嘅啫。雖然而家賣碟人始終即係都冇咁多啦，咁你可以根據呢個數據去做一個簡單嘅評估咯，對自己唔多唔少都會聽下佢哋點講嘅，係即係都緊要嘅。其實個個都係 support 你噶嘛。係啊，咁當然啦，即係我亦都要培養多啲欣賞自己同埋相信自己嘅性格，因為好矛盾嘅係可能喺舞台上面我係一個幾有信心嘅人，係即係你冇信心你點壓住個台啫，行出嚟萬幾觀眾咁樣。但係喺某程度上我自己喺背後我自己都會好想自己好多啊，喺舞台上面我永遠覺得唔足夠，咁所以我會好多嘢都係逼自己進步咯，咁係啊，咁會俾自己好大壓力咯，即係內裏其實都係一個脆弱嘅小組嚟嘅，一樣都一個平凡嘅女子，但係嗰個只不過係即係當你企出台嘅時候就自動調節到變咗個，哇！我依家真係要控制晒你萬幾人嘅視線啊，嘅聽覺啊，即係嗰樣嘢自動調節咯。同埋我自己覺得，做一個歌手其實或者咁樣講喺娛樂圈做事咧，除咗你嘅 technique，即係你譬如你唱歌唱得好，你表演得好，重要之外咧，其實做人咧都係一個好深嘅學問啊。其實係更加需要你喺呢一方面要學好多嘢咯。即係譬如同人溝通啊，或者係你喺每件事嘅處理方法啊，嗰個效率啊，或者係令人哋相信你，你點樣？你唔係話叫人相信你，人哋就相信你㗎嘛。咁即係喺呢個過程裏邊點樣建立啲信任啊？原來都係好多嘅學問。咁
當然啦，即係同公司即係有陣時會係大家會有大家嘅意見。咁我而家嘅我學識咗就係大家慢慢傾咯。係啊，好啱嘅。你講嘅嘢就係其實嗰個互相嘅信任係要建立嘅，即係我唔可以話你信我啦，你信我，其實反而可能反效果。係㗎，人哋要黐線嘅做乜信你？只不過係要時間咯，同埋對你個認識同埋你即係你做咗出嚟嗰件嘢咯，互相嗰個真係要時間去建立咯。不過真係你頭先講嗰啲一啲即係慢慢你話即係識多咗啊，即係點樣人際嗰啲咧即係其實不經不覺原來即係好似過咗好耐日子咁樣。因為我睇你之前出呢個碟之前咧，公司話今年容祖兒10週年啊嘛，有同你講過哇！即係原來真係好似眨下眼係啊！你睇住我大，我哋喺間房度長大，發仔咯，同埋係咯，即係又係嘅。諗翻啊，即係99年容祖兒係啊，即係好快噶，同埋係你唔記得咗中間發生啲咩事，係會突然之間閃過有一件事，以前發生。咁但係我相信就係每個人同埋每件事每個地方都已經建立咗一啲好深厚嘅感情喺自己個腦裏邊咯，係啊。係咯，即係嗰個你講話10年好似真係好長嘅時間，但係你而家諗翻，因為中間可能大家都好忙啊，即係又做咗好多嘢，咁但係就感覺上好似眨眼就已經原來10年㗎啦咁樣咯。係啊，但係都好記得㗎，99年嘅容祖兒我都諗過，我好記得㗎。係咩？你講嚟聽下。咪記得你第一次去我哋中秋節晚會咯。係咪喺元朗定大埔？地點我就唔記得啦。一個好怕醜嘅中秋節啊嘛，係啊，好怕醜嘅容祖兒啦，第一次識你，就係我同余兒發。係啊，係你哋公司介紹呢個我哋新人啊，叫 Joey 啊。我都好記得啊，點解咧？因為我第一次出去咁遠地方做嘢啦，哇！我咧直情係個人咧病到咧個頭 wing 下唱唔到嗰隻聲沙晒，但係我都即係 keep 住都有唱，好似唱現場嘅，未知嘅。咁跟住咧，一唱完咧就好似暈咗喺架車度咁滯咧，然之後就司機送翻我翻屋企咯。嗰晚就倒頭大睡咯，係啊，再加埋可能病病地，所以就冇乜講嘢，即係感覺上係非常害羞嘅一個小女孩，俾我呃咗啦，呃咗第一個印象係啦。窗紗外，小佬給我送枝花，梳化上下飯天使共我喝着茶。世間千千萬萬人未明白我，替這位空想加驚訝。孤單真的不可怕，能讓我畫滿花，還未算是那麼差。讓那恐龍成群行過台面，衣櫃入面藏着花園，心儀男孩常駐於身邊。夢要變真也沒那樣遠，生命從未如樂園。也可靠我創造浮現，讓那彩虹長橋無限伸展，飛翔日日雲上表演，魔幻現實尋到相交點，在我心房的黃色門裏保存着未坐那火箭。上星星眨眼變煙花，口袋內是前一晚摘了那月牙，我偏虛的讓別人視為幻覺，我早知因此不經察。今天雖則長高了，牆上繼續掛的還是我6歲的我。讓那恐龍成群行過台面，衣櫃入面藏着花園，心儀男孩常駐於身邊。夢要變真也沒那樣遠，生命從未如樂園，也可靠我創造浮現。讓那彩虹長橋無限伸展，飛翔日日雲上表演，魔幻現實尋到相交點，在我心房的黃色門裏保存着未坐那火箭。
自由到只佔不由旁人，沉沒相選一人同行，行盡卡通片，在我堅持的黃色門裡，珍藏着自製那冠冕。不經不覺地啊，原來又已經過咗10年啦。係啊，咁樣咯。最記得你嗰陣時啱啱開始咧，會安排啲節目咧，係同我哋啲歌迷係啊係啊，叫埋 fans 嚟㗎嘛。係啊係啊，嗰陣時又覺得好玩嘅喎。嗰陣時即係同 fans 唔係好熟咧，咁然之後就係喺呢一次一次嘅活動裏邊咧，建立啲感情咯。係啊，即係而家都唔同晒㗎啦，啲 fans 係因為有啲大咗，又未必可以成日去即係跟住你活動要翻工㗎啦嘛。好搞笑㗎。但係有啲又即係新加入嘅，全部啲相我哋已經 keep 晒，即係你都真係有啲 album 去即係